第70屆歐洲歌唱大賽5月16日比總決賽，是保加利亞的歌手摕到冠軍，以色列連續2檔摕到亞軍。不過為着抵制以色列拍假釋，有5個國家唔願參加比賽。保加利亞歌手達拉接拍冠軍杯，水晶麥克。這是歐洲歌唱大賽70年來第一遍有保加利亞歌手摕冠軍。比賽前無算熱門的達拉，用這條融合真濟保加利亞民俗傳統曲目舞元素，結合電子 tempo Bangarenda， 在咧專業評審投票時陣就摕到領先，觀眾投票這部分也摕到真濟票，上尾也摕到冠軍。第2名是發動加沙戰爭，拄到強大批評抵制以色列歌手諾姆貝坦。這首完美的抒情搖滾歌曲《米歇爾》在觀眾投票這部分摕到超懸的人氣，和以色列連續第2年摕到大賽亞軍。第3和第4名分別是羅馬尼亞加澳洲的歌手。決賽時陣高水準的舞台效果加專業的歌聲，讓粉絲聽甲茫茫茫。這場比賽觀眾投票佔分正重，一直攏有國民票、鄰國票、政治同情票。比賽後就讓看出這種現象。I'm so happy Bulgaria won. I just didn't want France and Israel to win. It was my only option. I live in Italy. Of course, I love Italy so much, but I'm Turkish. Bulgaria is our neighbors. I have Bulgarian friends. I'm so happy Bulgaria won tonight. 以色列侵略加沙，但獲准參加比賽。今年包括西班牙、愛爾蘭、冰島、斯洛維尼亞加荷蘭等5個國家，攏抵制或者是退出。實際參加比賽剩35個國家，被認為是這幾年來上大規模的反對事件。在保加利亞第一遍摕到冠軍了，明年的比賽將會第一遍去保加利亞辦。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輯。